2002年某个冷冽的冬天，工作小组来到了仙草之乡关西镇。一来到这里，关西农会的吕主任便很热情地拿出热热的烧仙草招待我们。仙草来，你们每个人来喝一杯热热的烧仙草。他说，吃完了烧仙草之后，身体会马上暖和。要拍东西啊，就等身体暖和再拍。但事实上，真正让我们感到暖和的，并不是烧仙草，而是烧仙草中那股浓浓的哈嘎引情味啊。烧仙草哈，在整体来讲呢，它从以前的时候呢，上古时代就有人在喝仙草茶了。但是呢，烧仙草呢，对我们客家人来讲是特别的喜爱，尤其我们客家人把它煮成烧仙草来吃的时候，它既然对我们的一些清肺啊，哈，还有喉咙啊，都有一些特殊的保健，所以现在广为流传。仙草在关西有多久的历史呢？吕主任也说不清楚。只知道仙草是关西这个哈嘎庄的特产，家家户户都在种植。他说，仙草的名称由来其实很有趣。古时候的人认为这种草具有由少变多的特异功能，只有仙人才能享用，因此称为仙草。我们想，这不就是哈嘎饮对于食物利用的多变化一样吗？也难怪关西这个哈嘎庄有着这么多的仙草田。可是吕主任说，并不是这个原因哦。他带着一种很骄傲的口气跟我们说，关西真的是一个很适合种植仙草的地方哦。因为我们关西呢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我们的平均温度呢是在23度到26度之间哈。那我们的年降一样在2260公里。那关西呢几乎可以说很少有听到旱灾、水灾的发生呢，所以呢它这边比较适合仙草的栽培哈。那目前我们整个的栽培面积呢是占了全国的80%以上。全国的80%啊，真的是相当的多。可是当我们来到仙草田时，却发现怎么只有一个小小的范围呢？而且看不到仙草。带着我们来到当地居民的眼胎狗跟我们说呢，其实仙草的生长期是在每年的3月到9月。因此，现在的仙草田都已经采收完毕了，只剩下这一小片苗圃和淡紫色的仙草花。但是他说，你不要小看这一小片苗圃哦，等到明年春天栽种下去的面积可是可以达到5-6分地。5-6分地有多大呢？1800坪呢，真吓人！没想到看起来不到5坪大的苗圃，可以种出1800坪的仙草田哦。采收下来的仙草晒干绑成一捆一捆之后，就送入了仙草加工厂。我们看着农会的工作人员开着推高车来到幽暗的仓库里，爬上仙草堆成的山，将仙草一捆一捆的丢下来，经过称重之后，再送到对面的工厂去做加工处理。工作人员将装满仙草干的桶子慢慢吊到大铁桶里，仔细的清洗，再放入高压蒸汽锅煮。经过5个小时120度的高温煮沸之后，就成了又纯又浓的仙草汁了。6年来，农会陆续引进不少的新型机器，并且开始制作仙草加工品，只是营运状况一直不好。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，早期呢我们在吃仙草的时候呢，或者喝仙草茶的呢，都是要妈妈或者家庭主妇还把那个仙草呢一捆一捆的去清洗、去熬煮出来。但是自从我们仙草加工厂有做了这个比较革命性的生产，就是说即溶仙草了以后呢，那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了。那即溶仙草呢，它是小小的一包，只要开水一冲泡它就可以了，所以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吃的绝对是100%的仙草。经过农会的这般努力，让仙草跳脱出只有原料的局限。这些即溶性的产品可做烧仙草、仙草冻以及仙草料理的材料。而且不止这样哦，聪明的客家关西乡亲呢，还把仙草加入平常的饮食当中，利用仙草天然的疗效，融合养生的概念，创造出许多的仙草料理。关西一个淳朴好客的小镇，将用祖先传下来的农作物咸臭作为一个契机，一步一步带动关西的繁荣与发展。